校長咧就扮壞人，即係扮槍手啊。咁然之後咧，佢哋啲小朋友咧就要點樣匿埋，唔好靠近呢個窗。我就會覺得哇，即係要佢哋咁細個去承受，即係去幻想啊呢啲咁危險嘅事發生喺自己身上咧，其實嗰個壓力都幾大。其實有好多緊急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未必喺新聞傳媒或者喺嗰個嘅 organisation 裏邊知道，而係透過當事人喺呢個情況裏邊咧，就係學生啊或者老師啦。每一間小學咧，即係你朝頭早打完冷鐘之後咧，即係啲校車到晒，學生入晒去之後咧，即係其實小學嘅門咧係全部係鎖晒嘅。OK，喺中學裏邊咧，中學生咧佢哋係可以去到出街，即係嗰個門咧係唔可以，即係唔可以鎖到嘅。佢哋兩個好多嘢都一齊做，一齊上堂，分享秘密，結果喺學校一齊被殺，人生就喺12歲嘅時候完結。相信佢哋喺天堂會成為永遠嘅好朋友。卑詩省一個小鎮，距離溫哥華以北大約13個鐘頭車程嘅 Tumbler Ridge 發生致命槍擊案已經9日，死者家人陸續發表回應。剛才聽到嘅就係其中一位12歲死者 Tiki 家人嘅朋友悼念 Tiki 嘅時候，向溫哥華太陽報講出以上一番難過嘅說話。佢形容 Tiki 係一個獨一無二、充滿愛又勇敢又幽默嘅一個小女孩。除咗 Tiki 之外，喺佢學校另外仲有5個人喪生，包括有4個年齡介乎12至到13歲嘅學生，仲有一個39歲嘅教育助理。至於18歲嘅槍手，2月10號就去到學校開槍之前，先喺屋企擊斃佢39歲嘅母親同埋11歲嘅弟弟。至於槍手自己就自殺身亡。溫哥華 City News 訪問咗一名逃過一劫嘅12歲第7班嘅學生，報道話大部分嘅受害人當時都喺圖書館，而受訪嘅12歲女童原本都應該喺圖書館，不過佢當時就同一個朋友去咗洗手間，聽到好大聲，但係唔似係槍聲，直至到聽到子彈殼跌落地嘅時候，佢先至知道係發生槍擊案。當時佢話聽到周圍嘅人尖叫，淨係知道好驚，跟住走入去廁格鎖門，匿埋咗2個鐘，傳短信俾媽媽同埋好朋友。另外，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 就訪問咗2位生還者，分別係涉及事件學校嘅老師同埋佢一個17歲嘅學生。呢一名老師話，當時佢教緊書，一名學生入課室嘅時候話聽到槍聲，跟住學校就響起警報。課室嘅學生上網見到校內其他學生匿埋咗所影嘅相，就知道事態嚴重。跟住佢哋就用台去擋住道門，爭取時間，計劃逃生路線。同一時間，呢一位老師又要安撫學生嘅情緒，淨係知道要令佢15個學生可以安全離開。至於受訪嘅17歲學生就話，當時佢哋係極之緊張，但係都有繼續鼓勵大家要有求生嘅意志，唔好跌落去極度悲傷嘅境況。結果等咗2個鐘頭，警察到場，要求佢哋全部人舉起雙手，離開去到附近嘅社區中心。報道話喺社區中心就有好多眼淚盈眶嘅家長喺度等候。當然唔希望呢啲校園槍擊案再發生，不過公校教育局對呢啲災難事件有冇演習同埋準備嘅呢？家長係咪要等到收到子女嘅短信先至會知道原來有槍擊案發生？請嚟約克區教育局主席林敬浩講解一下。我個人上邊咧，即係對於呢件嘅事件咧，作為一個父親咧，係簡直係震驚，不能相信，即係嗰個即係小朋友返咗學校之後，跟住就有5個小朋友就係咁樣就係離開咗。我哋整個教育局咧，我哋都係非常痛心啦、震驚，向所有影響嘅家庭師生咧，都致即係最深切嗰個慰問。但係其實我哋都唔明白到佢哋而家嗰個心情咯，因為我知道佢哋都未係可以喺間中學裏邊都未係完全係恢復返嗰個上課嘅當中。係，我今日睇啲最新嘅資料咧，就係運咗一啲流動嘅班房啊，就去嗰間學校嘅附近嗰度。咁但係咧就
即係未開始話會點樣樣上堂啊，或者舊嗰棟大樓會點樣樣用啊？相信嗰個創傷咧都真係好大啦。咁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咧，其實你哋教育局有冇收到一啲學校去問你哋？咦，如果我哋發生呢啲事，我哋點啊？或者有一啲家長嘅擔憂啊，有一啲學生嘅反應啊，咁有冇啊？嗯。即係學校本身咧，即係應該同埋而家都係應該咧，係一啲比最安全、最受保護嘅地方咯。咁喺呢件事情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即刻去到即係send 咗一個嘅email 公開去到俾晒所有嘅staff 啊，即係話俾佢哋知有一個嘅應急嘅措施。其實我哋本身咧都有呢啲嘅應急措施喺當中，而當有緊急嘅事情去到發生嘅時候咧，即係學校有一個既定嗰個嘅緊急嘅程序，無論喺嗰個 lockdown 啊，或者嗰個 hold and secure，即係喺個學校裏邊留守去到觀察，或者一個疏散，呢啲都係有呢啲嘅protocol 啦。包括每一年咧，我問 staff 即係完咗，即係呢件事情發生咗之後咧，我都去到問 staff，我哋有啲乜嘢嘅，有啲咩嘅預防嘅措施，咁佢哋都可以話俾我知，即係佢哋一年咧都會有一啲嘅預演啊，包括嗰啲嘅fire drill 啦，即係一啲嘅 emergency 啦，緊急嘅情況啦，同埋甚至有 bomb threat，即係有一啲嘅流彈嘅事情嘅發生嘅時候。咁當一間學校唔可以喺一個 normal operation 正常嘅運作底下咧，呢個就自然變成咗就變咗一個 emergency，就變咗一個嘅緊急嘅事情。咁我哋就會啟動嗰個緊急嘅措施，去到幫助孩子，譬如喺邊一啲嘅 route 啊，邊個班房，邊一個出口，因為喺唔同嘅學校裏邊咧，都係有唔同嘅尤其是中學啦，會多啲嘅出入口。欠稅嗰筆錢終於搞掂晒，清咗筆信用卡數，我仲可以開始儲錢添。做咗債務重組，而家無債一身輕。有債務問題，唔好再拖啦。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咁其中一樣嘢咧，即係我自己都係爸爸啦。小學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做咗好多年呢個安全措施啦，就係每一間小學咧，即係你朝頭早打完冷鐘之後咧，即係啲校車到晒。學生入晒去之後咧，即係其實小學嘅門咧係全部係鎖晒嘅。OK，如果你有 visitor 有探訪者嘅時候咧，你係要撳鐘咯。撳咗鐘之後咧，你要去校園會問你係乜嘢咯。同埋我哋喺一啲唔同嘅 strategic 嘅 corner 咧，即係最主要都係出入口咧，都係有閉路電視喺當中嘅。咁呢個都係我哋去到做嘅一啲嘅 active 嘅一啲嘅預防嘅措施，去到幫助保持學校喺一個最安全嘅底下裏邊去到運作咯。如果聽你咁講咧，小學嘅門係鎖晒啦，咁莫非呢一間中學嘅門就冇鎖晒，所以個槍手可以入去？我相信如果佢可以咁容易即係去到喺裏邊，去到唔同嘅校園裏邊咧。我唔知道呢一間中學佢有冇去到鎖到嗰個嘅門，而咁 end of the day 即係呢個嘅即係而家都離開咗呢個槍手，佢都係入咗喺間學校裏邊，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嘅要去到繼續去到點樣可以做好啲啦，因為喺中學裏邊咧，即係中學生佢哋成熟啲啦，大個啲啦，佢有好多嘅唔同嘅課堂咧，有啲可能有2堂嘅 spare， 即係小學生咧，佢哋就係唔準出街嘅，但係中學生咧，佢哋係可以去到出街，即係嗰個門咧係唔可以，即係唔可以鎖到嘅。但係我哋都會去到提醒老師啊、校長，其實最終呢啲嘅措施咧，最終嗰個嘅做 decision 決定咧，都係喺嗰個校長當中咯，去到有啲緊急嘅情況嘅時候，去到宣判呢個係一個緊急情況咯。同埋我哋都會叫學生啊、叫老師啊，即係教育局裏邊都會有呢啲嘅訓練咧。即係見到啲咩可疑啲嘅人喺間學校裏邊行嚟行去嘅時候咧，都應該去到學校嗰個嘅 guardian office 裏邊咧，喺安全底下去到話俾人聽呢個好似係咪學生嚟嘅咧？呢個係咪老師嚟嘅咧？即係都會提醒呢啲嘅訓練咯。咁即係話，就算係喺約克區中學嘅門咧，都係冇得鎖嘅，即係唔會鎖住嘅。
冇錯，佢哋中學嘅門咧都係唔鎖嘅。即係可以自由出入。咁係啦，今次咧，聽翻一啲即係生還嘅學生同埋老師咧，即係講翻啦。咁佢哋咧當時咧就聽到啲槍聲，跟住咧就要即刻揾啲台咧去擁住嗰道門，即係以防唔知係咪有槍手啦，或者係有一啲危險嘅人物啦會進入嚟啊咁。咁喺洗手間嗰班嘅學生咧，一聽到聲之後咧，就走翻入去個廁格度，然之後就鎖門，跟住就匿埋啊，唔敢講嘢咁，即係感受到嗰個氣氛係好緊張。咁你話喺學校裏邊係有一啲預演嘅，你哋預演係去到乜嘢程度咧？即係會唔會係預演攞啲台去擁住道門，或者預演附近最有安全係咩地方廁所，你哋就走入去鎖住啦咁？即係你哋個預演係去到幾仔細㗎？喺一個即係大環境裏邊啦，我哋做 fire drill 甚至 bomb threat 啦，即係我哋呢個都係一個好即係一個好嚴峻嘅去到呢個情況。我哋以我所知啦，因為我仔都係中學啦，就未會去到我哋會知道佢哋喺邊度出口啦，喺邊度安全喺邊個出口啦，或者喺邊啲嘅房間裏邊去到唔好。即係唔好再開個門去到睇發生咩事啦，而我哋就即係好似真係即係有真係咁嘅事情埋到嚟嘅時候咧，就未去到。但係呢個都衍生到咧，即係我過往2個禮拜，即係10號到現在都同 staff 去到傾偈嘅時候，即係我哋而家嗰個嘅safety measure 係喺邊度？我諗即係嗰個嘅公民教育，即係彼此大家個配搭嗰個公民教育喺邊度啦？咁點樣去通知家長啦？點樣去到減低當時嗰啲嘅情況？大家而家都係紙上談兵啦，所以我自己都唔會可以絕對到嗰個嘅drill 係點樣去到有幾仔細，但係佢哋係會有呢個 practice。我諗經過呢次咁大嘅悲劇嘅時候咧，我諗教育局啦、員工啦、校長啦，佢哋都會即係更加去到alert 喺呢一啲可能嘅危險情況裏邊。我聽過一啲小朋友同我講翻咧，即係佢哋幼稚園嘅時候，咁咧嗰個預演咧就係校長咧就扮壞人，即係扮槍手啊！咁然之後咧，佢哋啲小朋友咧就要點樣匿埋，唔好靠近呢個窗咁樣嚇。即係我當時聽到呢個小朋友同我講咧，我就會覺得哇！即係要佢哋咁細個去承受，即係去幻想啊呢啲咁危險嘅事發生喺自己身上咧，其實嗰個壓力都幾大。咁作為家長，亦都有另外一個壓力啦。我見到一啲報道咧，有啲家長咧就係收到啲子女嗰個短信啊，然之後咧先知發生啲咩事，第一時間咧原來唔係學校通知自己喎，係仔女喎。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因為仔女有手提電話，梗係第一時間通知自己個阿媽啦。咁而家喺約克區裏邊嗰個公校教育局係咪都有方法會通知家長嘅，但係就未必會係第一時間呢？係啊，因為而家呢個嘅社交媒體實在太方便啦。咁其實有好多緊急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未必喺新聞傳媒或者喺嗰個嘅organization 裏邊知道，而係透過當事人，即係喺呢個情況裏邊咧，就係學生啊，或者老師啦。怡和電業現正舉行春季優惠，至本月底，各大名牌家電享有不同優惠，最高可高達75折。請親臨擁有超過45年經驗嘅怡和電業，士嘉堡或列治文山門市參觀選購，優惠受若干條件限制。咁喺2021年咧，我哋已經即係加強咗我哋嗰個嘅通訊系統。以往咧就係用電郵啦，電郵咁唔係家長即時 always 都睇噶嘛。咁但係譬如喺2021年開始咧，逢係有啲咩緊要嘅事情，包括最 common 嘅啦，即係無論學校開同埋學校唔開咧，都唔同嘅家長都會有唔同嘅意見嘅。咁但係我哋無論如何，我哋喺6點至到7點呢段時間咧，就會放呢啲嘅電郵，因為佢哋每一年開學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有一個嘅 emergency phone number，屋企人啦，爸爸媽媽或者是但一個或者兩個或者任何嘅家人啦，佢哋 provide 咗呢個嘅電話咧，就係有啲乜嘢喺個教育局或者學校本身一啲咩重要嘅事情嘅時候，
就去通知嗰啲家長啦，例如即係 Snow Day 啦，咁我哋6點10分左右咧就 make 咗即係嗰個決定，即係同埋我哋嘅約克區天主教局即係都係一齊咧係唔可以安全嘅使用巴士，因為冇巴士嘅時候咧就有啲學生翻唔到去啦，咁我哋就變咗一個 Snow Day，咁學生係可以選擇翻學或者留喺屋企當中，咁呢啲嘅信息咧我哋都係一早清晨嘅裏邊咧去到話到俾家長聽。係啦，你講起呢樣嘢咧，就係其實而家咧家長係好依靠教育局可以同學校去聯絡啦。譬如落大雪啊，天氣唔好啊，冇校巴啊，究竟聽日開唔開㗎咁樣？咁可能去到即係幻想啦，呢啲哇咁災難性嘅嘢，其實以往咧喺大多倫多地區咧都有發生過，不過唔係槍擊案咁解啫，即係啲學生都需要疏散，都係有教育局作為學校啊同家長之間嗰個橋梁，咁啊去負責通知家長。咁如果即係冇咗教育局嘅話，咁呢啲工作會係即係邊個負責咧？其實嗰啲家長都好彷徨㗎喎。係啊，我補充少少啦。咁其實咧，我哋教育局同約克區嘅 York Regional Police 咧有一個非常緊密嘅關係。即係我哋冇呢啲咁災難性嘅情況啦，感恩。但係有陣時學校裏邊咧都會有一啲所謂一啲嘅同學與同學之間一啲嘅糾紛啊，一啲嘅 bully 啊，甚至冇一啲嘅動手啊，或者一啲武器啊，呢啲嘅時候，教育局咧係學校通知咗約克區警局嘅時候咧，佢哋嗰個時候嚟到學校嗰時候咧係非常非常快，即係我都想借呢一個嘅機會咧去到即係感謝教育局同埋約克區警局嗰個嘅配套啊，因為佢哋可以喺4分鐘之內咧就去到嗰個學校，或者係一個好短嘅時候，係一個緊急嘅情況。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高嘅效率咯，即係有啲咩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咁你頭先去到咧問到，即係其實喺呢啲咁緊要嘅時候，家長啊對於呢啲嘅有啲緊要嘅事情咧，佢哋即係其實教育委員就係去到代家長去到作為一個橋梁，去到有一啲嘅事情，無論喺班房裏邊發生或者一個系統性裏邊發生咧，都係一個嘅重要性。咁其實我過往呢8年裏邊咧，都好用心去到喺社區裏邊去到建立幫助家長啦，不單止去揾教育委員，而係佢哋識得自己個 parent engagement，佢哋自己同嗰個學校 local school 同 school council 家長會，最好就係佢哋即係參與 school council，即係家長最直接就係直接參與喺自己小朋友學校嗰啲議決啊，嗰啲商討裏邊咯。咁呢個係即係我俾所有嘅家長一啲嘅喺未來嘅日子裏邊咧，我哋都知道有可能有唔同嘅改變，但係即係喺我而家去到第8年嘅繼續喺呢個崗位裏邊咧，一定會全力以赴喺嗰個嘅 multi-year plan，即係嗰個 student achievement 啦，學業成績啦，嗰個全人個成長咯，同埋一個完全包容嗰個教育裏邊咧，幫助唔同嘅家庭。嚟緊呢10月咧就會係市選啦。每次市選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係會選教育委員嘅。咁啊，過去省政府就接管咗一啲嘅教育局啦，即係冇得選教育委員啦。咁喺你哋呢一個區裏邊，又會有啲咩新嘅方向或者發展？有冇啲乜嘢消息咧？仲有冇得繼續選呢？咁呢個係一個 $1,000,000 question 啊！我諗都要大家去到等翻即係省政府復會之後啦，睇下佢哋嗰個決定啦。作為教育委員嘅我自己咧，我係 under 嗰個教育法去到做工作，即係我嘅存在係完全基於嗰個 legislation 容許我去到發揮我嗰個功效嘅時候，我就會去到繼續跟翻嗰個教育法去到 advocate for student achievement 同埋 student well-being 咯。所以多謝晒家長。咁無論如何，家長都係揾你哋嘅教育委員。喺有需要嘅時候，同埋平時嘅時候咧，就參與學校裏邊自己學校嗰個 local school council 家長會，去到輔助校長，去到倡議一啲嘅好嘅政策，幫助我哋嘅下一代。好啊，今日多謝晒你接受訪問，亦都好珍惜仲有教育委員同埋教育局主席可以回答我哋嘅問題啊！將來咧，如果再有呢啲問題咧，咁都未知道可以問邊一位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一度，有機會再傾。今日多謝晒你 Ron， 多謝你。Thank you。超越頭條，
解構新聞大事，時事焦點。多謝你收聽收睇星島 A1 中文電台新聞部製作嘅時事節目《時事焦點》，希望有你嘅支持，歡迎你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撳個鐘有新片上就會立即收到通知㗎喇。